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来临，台南市南大科技大学校友会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丽珍、周丽珍的牵线，来到南区皇家庇护中心举办公益爱心的参访活动，总共340位成员，伫个理事长林英辉的带领，包游览车实地来参访，透过庇护中心主任的介绍。并且参观喜鹊儿烘焙坊的实地制作。理事长除了对着皇家庇护中心的环境肯定，当场捐赠3万块的现金，同时嘛将采买大量的中秋礼盒作为伴手礼。之前呢，有经过我们宜珍议员的推荐，那我们也知道洪家启能庇护中心呢是一个照顾一个身心障碍人员非常用心一个地方哦。那经过我们实地的先前来做这边做一个勘察以后，发现这里的环境的小朋友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很适合我们这一次我们台南市南台校友会所要去举办的一个结合公益的一个参访的行程呢。因此呢，我们就呢集合资源呢，把我们的当场的今天的伴手礼的采购，以及呢对于我们即将来举行的中秋晚会的晚宴的礼品的采购以及我们校友会的一个基金的款项的一个现金的捐赠都来这边做一个公益的一个回馈，希望能够在整个校友会呢也能够有一个回馈社会协助整个公益团体能够照顾弱势儿童以及成人的一个地方，企业的参访和爱心的捐赠哦。那我想，除了其实这个采购伴手礼非常实在的让他们所做的这个成品可以分享到大家手上以外，还特别有这个现金捐赠3万元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校友会的善心。那也希望是抛砖引玉把这个爱继续散播下去所以特别再次感谢我们的南台科技大学台南市校友会林永辉理事长，还有所有的团队，也希望在这个爱能够一直传播下去。那大家也可以多多采购我们这个洪家启能庇护中心他们所制作的这个伴手礼，让他们的产品都能够分送到大家的手上。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洪家启能庇护中心，对民国80年成立，提供专业的养护、日间托育、甲技艺训练等服务。目前收容的人数大约160位，总计收入户大约占8成以上。上午的公益爱心参访活动，现场还佫设入喜鹊儿烘焙坊的单位，吸引不少校友会成员当场来采买甲预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